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还有几分钟了，咱就要开始今日的礼拜。所以这个时阵，牧师带大家做伙来祈祷，咱同心来祈祷。是阮的主，阮感谢你的恩典，因为你的疼保守看顾阮，经历过一礼拜久，互阮得到真实的平安。我们因为安尼献上阮的感谢。主啊，这时阮阁同心自执伫你的面前，来敬拜你，来服侍你。恳求主，你帮助阮，使阮有安静的心，甲平静的灵。互阮伫服侍敬拜你的过程中间，充满信心。互阮透过今日的礼拜，来甲你亲近，求主帮助阮。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这时，请咱闭慢心来礼拜。上帝是神，敬拜伊的人就用神、用真实来敬拜。是咱三甲来吟诗学了上帝。圣诗第172首，第172首，至尊的主宰，上帝是圣；至尊的主宰，上帝是圣。请起立，咱吟全首。
请坐，请咱做伙同心来祈祷，创造天地甲海，用慈悲来听讲阮的阿爸爸上帝。阮感谢你的祝福甲恩典。在7日中上水的主日，就是自国外早起，你召集你的百姓，搁一届组织在你的圣殿，我们用欢喜感恩的心来敬拜你，三甲阿乐你。主啊，我们多谢你创造阮的生命，你享受阮的活命，你搁接受阮，互阮有国外的生命，永远的活命。阮会当甲你互相沟通、敬拜，对你的脚步。过去1礼拜久，感谢上帝的带领甲眷顾，保守阮无拄着恶担当的代志。1礼拜中，阮的思想、言论、行为、举止、检查有意无意得罪你的，请你赦免阮。阮时常无尽心尽意、尽心尽力来听主阮的上帝，也常常无听通厝边亲像家己，求主赦免。但上帝，你有长久忍耐，有丰盛慈爱恩典，也无快快受气。你用永远的听来听阮，你顾念阮不过是土粉，所以你无照阮的罪过款待阮，也无按阮的罪恶来报应阮。反正，因为天离地有偌悬，你的慈爱对敬畏你的人也遐尼大。当离西有偌远，你互你的罪过也离开阮遐尼远。世间人无认捌你，无敬畏你，亵渎圣神，亏欠上帝荣耀。破坏大自然，破坏生物甲环境中的和谐，直到致命病毒疫情爆发，牺牲侪侪人的健康、生命、财产，求你赦免阮的自私、无知、无妄、软弱，检查这悲惨的疫情，互阮搁一届会当反省阮家己的行为。搁一届的思想生命意义，搁一届互阮世间人有悔改的机会。主啊，即时正今日主日，在这用你名所设立的教会，就是耶和华的圣地。阮要烫落鞋，就是烫落阮骹掌的鞋、心中的鞋。我要点点徛在面头前，点点的听候你。我们用信息甲圣灵来敬拜你，因为你是阮的上帝。主啊，当阮在这所在时阵，求你差派你的圣神，搁一届开阮的目睭，开阮的心，开阮的思想，互阮会当静静来接受，来了解正讲上帝你话语的奥妙甲意义。主啊，阮感谢你，互有这个机会，求你甲阮同在。阮的祈祷无够业，即时要用主教示阮的祈祷文来祈祷讲。
即时咱三角来交托启示文第25篇，记载伫圣诗后壁第39页。我要夜幕黄山，我的帮站对打落来，我的帮站是对耶和华来，伊是创造天地的，伊无要互你的脚摇错，保守你的的确无顿眠。保守你的是耶和华，耶和华伫你的正边，做你的应影。日时太阳无伤你，暝时月也袂害你。耶和华要保守你，免受一切的灾害。伊要保守你的性命。你出你入，耶和华要保守你。对即时直到永远。即是咱继续来吟诗俄罗上帝，圣诗第21首 A 调，第21首 A 调。上帝真正是我上帝，上帝真正是我上帝。请起立来吟全首。请坐，这时咱要请陈嘉伦弟兄来带领咱来学乐上帝。伊要吟的诗是学乐主的圣名，学乐主的圣名。主
感谢上帝，乐喜大尊名，为着创造美丽万民，一切拢照主所定，因为上帝听通怜悯，艰苦变做甘甜，着欢喜感谢主恩惠，以受赐大福气。虽然苦难亲像风雨包围，了主生命，真正归安美的到天光的时，了主生命。咱若有袂现事行，靠主应允愿行，主要互咱生活命，了主生命，了主生命。得了主生命，得了主生命。即时咱三甲来领受上帝的话，记载伫新约圣经马可福音第1章40节到44节，马可福音第1章40节到44节。我要用现代中文译本来强读马可福音1章40节。有一个麻风病人来到耶稣面前，跪落来求伊讲：只要你肯，你会当互我洁净。耶稣动了怜悯的心，伸手摸伊讲：我肯，你即洁净了。伊身躯的麻风马上离开伊，伊就洁净了。耶稣马上甲伊送走，并且慎重地吩咐伊讲：毋通甲任何人讲，直接去见祭司，互伊检查，然后按照摩西的规定献上祭物，人证明你已经洁净了。愿上帝祝福听伊的话，佮照伊的话去行的人。今早起，蔡牧师要带予咱的信息是：无法决定的听，无法决定的听，请来用恭敬的心来领受。大家平安，愿上帝的平安、稳定，甲各位三甲弟弟，伫这个非常的时期，咱更加爱用敬虔的心来敬拜上帝。伫领受上帝话进前，咱同心来祈祷。亲爱的主，阮感谢你赐了你宝贵的话，互阮，请做阮脚前的灯，甲路上的光，互阮无偏离你的道路。你的话语要伫阮生命中间发出亮光，互阮得到智慧。主啊，求你这个时刻保守看顾阮，教示阮着行的路，着做的事，通互阮的生命会当荣耀你的性命。愿咱的祈祷，奉靠主耶稣基督圣主的名，阿门。亲爱兄弟姊妹，在这段武汉肺炎疫情传染的过程中间，我相信大家生活拢有真大的改变，特别是人甲人中间，检测因为疫情的缘故，哪来哪疏离。有一寡人得到这个病，所以伊必须要隔离治疗；有一寡人因为甲这个得到病的人接触，伊也必须要隔离。有一寡人对疫区回来台湾的人，也需要14天的居家检疫，甚至前一站去过一寡风景区人较济所在的人，伊也必须要自主健康管理。咱的生活确实改变了，确实因为这疫情的缘故来改变。过去真侪人聚集的所在，即摆真少人去餐厅、电影院，真少人
去加去。过去咱见面会当互相请安、握手，甚至相揽的时阵，即马只会当伫网络顶面来通话、来视讯。伫即个非常的时期，咱甲别人伫空间顶面产生了隔离，但是千万毋通互心灵的距离也哪来哪所远，免哪互心灵顶面无递到所远，这就是爱上帝赏赐互咱真实的听。今仔牧师要甲大家做伙来分享一个题目，叫做无法拒绝的听。伫今仔日经文中间，咱看到一个耶稣所行的神迹，咱看到一个生大麻风的人来见耶稣。麻风这个字伫希伯来文的意思是边的意思，边的意思。因为当时的人看见到得到这款病症的人，非常非常痛苦，但是因无理解，用歧视的眼光来看，认为是上帝用鞭来处罚这个人。这种人的处境实在是真辛苦，伊必须要承担几啊种无同款的痛苦。第一项，伊肉体顶面爱受苦。在耶稣的时代，大麻风是种真可怕的病。如果有一个人得到这种病，开始的时阵，可能是小小的空喙，空喙顶面会发出一股臭味，来过身体渐渐有一部分会失去知觉，到最后整个手骹拢有可能烂掉。麻风病的期限是20天到30天，所以得到这款的病的人是一步一步接近死亡。这是非常可怕的一种病，伊的可怕是因为伊是一种慢性的折磨，互人肉体承受非常大的痛苦。这是第一项，伫肉体顶面受真大的苦痛。另外，咱知麻风病的患者，伊肉体伤害已经真大，要一寡其他因素互伊的遭遇更加悲惨。因为这种病症是会传染的，所以一旦查出有得到麻风病，照以色列人的律法规定，患者爱对这个得到病迄一天，甲社会中间完全隔离。利未记13章的46节安尼讲，灾病伫伊身躯的日子，伊就是无清气。伊若是无清气，就爱独居伫野外。按你着这款大麻风的人，伊必须要拆离伊的衫裤，伊的头毛必须要拍散，伊爱按掉伊喙唇的顶唇，然后爱大声叫讲无清气，无清气。当然，这是因为对付这个传染病必要的这个政策。实际上，咱来理解来讲，伫旧约时代，上帝就透过律法来保护百姓，然后这款传染病影响太侪人。但是，如果咱来徛踮伫得到病人的立场来看，因被摆脱伫外面，因甲人的关系被迫爱破坏掉，伊必须要甲心爱的人分开。所以，真侪人伫得到这款病了后，伊的心灵造成非常非常大的伤害，内心感觉去用气杀的，去用摆脱的。我毋知影大家敢有这款的感觉过？我记得伫过去SARS 的期间，我有一遍需要去城大病院做例行的检查。当时阵我遐伫台南大专中心服侍，办公室的同工知影讲我要去城大病院吼，因大家拢真惊吓，特别去帮我准备一个当时阵真困难摕到 N95 口罩，叫我爱早去吼，然后叫我好好保重家己。去转来了吼，伊拢甲我自动隔离吼，拢毋敢甲我讲话。虽然我知影大家其实伫感情上拢是非常好，但是伫心理上总是会有一寡被摆脱的感觉。所以，亲爱兄弟姊妹，咱今仔拄到这武汉肺炎这件代志，咱被迫伫空间顶面爱产生社交的安全距离，这是为着保护咱的身体。但是千万毋通因为摆脱心理上的摆脱，还是讲歧视，造成人甲人中间心灵的隔离、心灵的疏离，
甚至造成伤害。因为咱来理解，破病人毋是伊家己愿意，伊可能嘛是无意中被别人传染的。咱无应该排斥因。这一边咱台湾的这个疫情防治中心的处理方法，牧师感觉真好。因的处理方法就是讲，若对这疫情防治有需要，则公开这得到病人伊的卡列。如果若无帮衬，伫保护立场就无公布。这是为着防止真侪人无谓的惊吓，也防止有一寡人去用啰嗦去排斥这得到病人。所以，亲爱兄弟姊妹，特别是咱耶稣基督的门徒，咱来明白，毋通因为安尼伫心理上就去排斥别人。过来，咱来看，这人伊伫肉体受折磨，伊伫关系被破坏。因为这人需要完全被隔离，所以伊嘛无法度去到圣殿内底敬拜。迄个时阵，佫无法度亲像咱今仔日伫线顶来礼拜，利用网络来礼拜，所以伊毋敢他甲人隔绝，嘛有可能因为家己得到这个病关系，就认为是上帝咧处罚伊，所以自然而然伊甲上帝关系嘛无好，伫灵性顶面是受伤的。所以这人的处境是遐尔可怜，伫肉体顶面受苦，伫关系顶面破坏，甲上帝关系，伫灵性顶面嘛受伤。咱接下来看这人安怎去脱离这个困境，以及耶稣安怎对待这个人。咱看了经文讲，这个麻风病的病人来到耶稣的面前，跪落来求伊。伊来到耶稣的面前，跪落来，而且求耶稣。咱拄则有讲过，伫耶稣的时代，伫这个所在，生大麻风的人，伊必须要被赶出去耶路撒冷城甲各城镇的围墙以外。若有生大麻风的人，将头伸入一间房间，这间房间就变做无清气，检采伫户外，伊一个生大麻风的人请安是无合法的。任何人拢袂当甲这款病症的人接近。如果若有风对迄个麻风病人迄边吹来，这个麻风病人伊必须要伫真远的所在，就经过别人大声喊来经过别人，毋通接近。所以咱来理解，这个生大麻风的病人，伊来找耶稣，来求耶稣，是咧对律法提出挑战。因为若照律法来讲，伊袂当接近人嘛，伊袂当安尼做。但是咱来理解，伊是有遐尔较无会当得到医治，因为伊知只有耶稣基督会当帮助伊。亲爱的兄弟姊妹，有时阵咱来理解，接近耶稣是需要勇气的，需要突破真济限制。特别是咱今日在台湾，真济人要接受耶稣，要改变伊的信仰，是需要突破真济心理上的脱崖。但是因为突破这个脱崖，人才会当亲近耶稣。这互咱两项提醒。第一项就是已经对咱认捌耶稣基督的人，第一个提醒就是讲，毋通多强，咱来放了一切来靠耶稣。伫咱需要帮助的时阵，毋通硬惊啦，爱放了一切来求耶稣。有时阵检采信主真久的人，做遇到困难的时阵，可能一开始马上要靠家己的力量来解决，但是这是毋对的顺序。咱应该爱放了一切来找耶稣，因为只有耶稣内面，咱才会当得到真实的平安。第二项提醒是对迷信者的一个，咱对待迷信者的一个提醒。咱爱会晓得了解迷信者的心理，徛踮伫伊的立场来想，因要亲近耶稣已经真困难了。有时阵咱讲毋着一句话，做毋着一件代志，真容易互因感觉受排斥，就失去这个机会。那正面来看，咱来把握机会，引带人来认捌耶稣。今日疫情咧传染的这个时期，其实是拄好是一个真好的机会。咱最近看到新闻中间就看到，咱台湾的国家队现主是咧拍国际赛，
利用这个时阵，将咱的口罩、咱的喙罨、甲咱生产的药品，去帮助需要的国家做真好的国民外交，做真好的外交。咱嘛是爱安尼，咱基督徒爱用咱的智慧，伫这个时刻用平安的见证来宣扬上帝奇妙的听。伫众人拢惊吓的这个时期，拄啊是宣扬平安福音的上介好的时阵。当众人拢感觉疏离的时阵，拄啊是分享真实的听的一个真好的时机。咱还加用电话、用通讯软体去关心咱的朋友，因为这是一个真好的机会，请大家爱把握。也无需要要提醒大家，咱邀请咱的朋友做伙来，甲咱做伙来看教会最近所播出的真济这个视讯的节目，互大家透过安尼来明白这个各真各活的上帝。接下来咱继续来看，这个人来到耶稣的面前，伊做一个动作，就是马上跪来。跪来是一个幸福的动作。是一种高出主权的表示。这个病人伊来求耶稣，对耶稣跪咧，表示一种态度，伊是完全的幸福，伊是非常渴慕，伊迫切会当期待会当得到医治，这是一种真敬虔的态度。这对咱来讲是一个典范。但咱讲，咱每一遍来见耶稣、亲近耶稣的时阵，咱来用什么款的态度来亲近伊？特别伫疫情咧传染的这个非常时期，咱无法度来到教会聚会，但是咱嘛应该爱用敬虔的态度来亲近上帝。咱来理解，咱所信仰的上帝是一个无所不在、无所不知的上帝。谦卑的祈求、敬虔的态度是伊所欢喜的。所以检查咱是伫厝内，咱嘛袂当清清彩彩，咱来用恭敬、敬虔的心来敬拜伊。咱的示范，咱的事实都看到，但照安尼，咱全家做伙来敬拜上帝。我相信这是上帝所欢喜的一种咱的态度。咱继续来看，咱看到这个麻风病人，伊毋是干那跪咧，而且伊对耶稣讲：只要你肯，你会当互我请去；只要你肯，你会当互我请去。咱看到伊讲这句话。表示安那，伊非常相信。如果那耶稣基督愿意的话，伊一定会当得到医治。这大咱讲，成就的主权是在伫上帝，毋是在伫咱。真侪人咧祈祷祈求的时阵，往往认为讲上帝一定要照家己的想法、照家己的意思来做，才是好，才是对。咱千万爱明白，成就的主权是在伫上帝。咱祈求以外，也爱学习顺服，而且伫学习伫这过程中间去明白上帝的心意。另外，咱透过这句话也会当明白，这人伊有真大真大的信心。伊知影，如果若主愿意，伊的确会被医治。圣经安尼鼓励咱，伊讲：你来凭信心求，袂当有淡薄犹豫。犹豫的人好亲像海中的波浪，被风吹动。翻腾不已，这款的人三心两意，摇摆不定，唔免想要对主遐得到什么。那个书的作者提醒信徒讲，祈求的时阵爱注意，唔通犹豫。伊讲犹豫的人，亲像海中的波浪同款，摇来摇去。伊用三心两意这个字，来形容这个人的心理状态。三心两意，伊原文的意思讲。这人有两种心灵，一个是一边相信，一边佫无相信，好亲像波浪同款摇来摇去，一下相信，一下无相信，内心亲像咧拔河同款，不断的精进。那古书的作者甲咱讲一种上界正确的祈求态度，就是咱祈求了都唔通犹豫，爱完全交托。如果咱若祈求是合乎上帝的心意。的确，上帝应允咱。学习无犹豫的祈祷的交托，是祈求的第一步。这是咱来学习的。咱继续来看，咱看起着耶稣的态度。耶稣伸手望伊，讲：我请你请去吧。这人的麻风马上
得到清气。耶稣看见伊的情况，了解伊的痛苦，伊就动了怜悯的心。因为伊较无祈求耶稣，耶稣就怜悯伊，所以耶稣马上就有行动。咱看见着耶稣伸手去摸伊。咱若对圣经中间吼，伫利未记第5章第30，咱知伸手去摸一个生着太阳病、生着大麻风的人，会造成家己无清气，就算做是有罪。其实用耶稣的观念，伊并无需要用手去摸伊。才通医好伊，耶稣也无理由故意要抵触律法。我想伊一定是出于对这个病患的怜悯，因为这种人一长期无人愿意接触伊，无人愿意摸伊的人，无啥物动作，比摸伊、伸手摸伊，互伊感觉更较安慰的。所以耶稣伸手摸伊，伫耶稣伸手的同时，伊讲：“我请你清气吧。”医治的能力，当时借着话语甲动作，为这样带来祝福。这人马上得到医治，然后耶稣请伊直接去见祭司，互伊检查，然后按照摩西的规定献上祭物，让人证明你已经清气。因为这人必须要经过验证，才知影家己已经完全得到医治，而且互伊公开被百姓所接纳。耶稣唔仅他医治伊肉体的病，也要医好伊受伤的心灵，互伊的全人都受医治。亲爱兄弟姊妹，这就是主耶稣基督用的方法，伊用伊的疼，用伊的能力亲出来医治这个人。保罗先生安尼讲，既然安尼，什么人会当互咱甲基督的疼隔离呢？是患难吗？是困苦吗？是迫害吗？是妖恶吗？是丧凶吗？是危险吗？是刀剑吗？拢毋是。伫这一切代志顶面，咱靠着听咱的主，已经得到完全的胜利。因为我确信，什么拢袂当互咱甲上帝听隔离。无论是死是活，是天使，是灵界的掌权者，是现在，是将来，是关天，是深渊。伫整个被造的宇宙中，无任何代志会当将咱甲上帝借着咱的主耶稣基督所互咱的听隔离。亲爱兄弟姊妹，伫疫情也未消退进前，咱检查也有一站需要伫空间顶面保持距离。但请会记住，这并不是表示伫心灵上咱来持续疏离。伫这世间无任何力量会当互基督的疼甲咱隔绝，咱嘛爱借着这款的疼，叫较结连做伙度过这款的难关。检查因为疫情的缘故，咱应该爱更加亲密，更加关心，互这种无法度隔绝的疼，将咱忘掉的。伫危机的时阵，检视。拄好是见证人生真神秘的时刻。咱伫报纸顶面看见着，来台奉献一家子，就是60担的意大利的新妇吕若瑟，伊为着伊家乡意大利武汉肺炎的疫情，恳求台湾百姓会当伸出援手来帮助伊。结果短6天中间，伊募到7亿5千万。这个新妇表示讲，伫过去50-60年前，意大利新妇因为基督的疼，来到台湾为着送乡的台湾百姓提供帮助。如今伊的故乡需要帮助，咱台湾人都用疼来帮助伊的故乡。亲爱兄弟姊妹，这种无法度隔绝的疼，唔简单会当穿透人性的软弱，更加会当帮助咱度过这款的困境。所以，伫这个时刻，咱更加爱去分享这款无法度隔离的疼，甲咱的亲情、咱的朋友分享这款的疼，互基督的疼，真正会当带互人真大的祝福。愿上帝帮助咱同心来祈祷。亲爱的主，阮感谢你，你借着耶稣基督
为阮带来真实的疼，是一种无法度隔离的疼。主啊，阮领受这个疼，也应当爱回应你的疼痛，就是去分享这款的疼，互别人也领受祝福。求主帮助阮，特别伫疫情咧传染的过程中间，求主互阮有智慧，会知影用啥物款的方法，才会当将这款真实的疼分享出去，互万民得到利益，互你的名得到荣耀。感谢祈祷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这是咱三甲来吟诗回应上帝的听。圣诗第317首，圣诗第317首。你若欠缺，真失望；你若欠缺，真失望。请起立来吟全首。
且坐，即是咱必然心来奉献。请起立来做奉献的祈祷。万项物拢是主赏赐，愿将你所赏赐的来献予你，求上帝接纳，做上帝国所用，扩大上帝国的境界，吸引万人万百姓来归向你。安尼祈祷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，阿免。请坐报告，即时咱报告教会消息。教会消息第一，装备委员会消息，牧师团有准备2个现场课程，每周1届。第一个是祈祷训练班，为4月14礼拜2开始；第二是强管福音查经班，为4月16号礼拜4开始。咱会当上教会官网来注册。第二，总务委员会消息，2019年所得税的申报，教会已经传予各税局，现在会当用自然人凭证来申请。若是需要纸本，请通知教会
陈美仙干事报告以上。即时，请主任牧师来补充报告，甲牧养带导。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这时阵，牧师来补充报告。教会原本地定伫5月初10要开始实体聚会，因为疫情还未完全消除，所以政府还未改变公众聚会指引的原则，教会不宜开始实体聚会。所以实体下礼拜要延到政府公告解除公众集会限制，才会正式开始。具体时间会搁另外通知各位兄弟姊妹。伫举行线顶礼拜的这段时间，请大家有缘爱用敬虔的心，伫厝内底敬拜上帝。咱来齐心为着疫情来祈祷，愿上帝保守看顾。另外，牧师来报告，本会会友黄惠美姊妹的老母杨阿娥姊妹伫4月15安息主怀，定伫5月初2，本礼拜六上午10点半，伫台北市立第二殡仪馆景阳路的志美一厅举行日暮告别礼拜，请各位兄弟关心代祷，愿上帝亲自安慰遗族。另外，本会会友周新进姊妹伫4月15安息主怀，请各位兄弟爱关心代祷，愿上帝安慰遗族。以上报告。这时阵，牧师要邀请大家做伙来为着几件代志祈祷。首先，咱来为着伫全世界各地面对疫情影响的兄弟姊妹来祈祷。愿上帝亲自怜悯看顾。另外，咱也为着上人教会的集体，做兄弟姊妹来祈祷，求上帝保守。咱做伙来祈祷。这时阵，咱用敬虔的心、同心来祈祷。创造宇宙万物，也创造阮人类，享受活命的上帝，愿感谢你的恩典。伫这个疫情传染的过程中间，愿恳求你甲阮三合之地，保守看顾阮，一切得到平安。特别伫这个挑战中间，求主享受教业的信心，让阮专心仰望上帝，来得到帮助。主啊，阮将第一线来对抗疫情，而且医疗人员以及研究的人员，仰望交代伫主的手中。求主享受因有智慧，保守看顾因，透过因来保护全人类的所有你所创造的兄弟姊妹，也恳求主你帮助因，会当赶紧研出，会当研究出，会当解决这个病情的疫苗，阮会当得到完全的保守。亲爱的主啊，你是全能的上帝，是阮通倚靠的上帝，所以我们将所有面对这个挑战的兄弟姊妹仰望伫主的手中。求主你享受阮有平安的心，学习伫这个时刻会当知影阮家己的软弱，需要信靠全能的上帝。主啊，阮也将伫线顶咧敬拜所有的兄弟姊妹，拢仰望交代伫主的手中。求主你享受真实的平安互阮。当阮拄着忧愁烦恼的时，求主亲自扶持安慰帮助。
当阮拄着亲人死世的时，求主你亲自帮助阮看见永远的愿望，也互阮伫这个时期中间学习互相相疼、互相关怀、互相扶持，互阮手牵手，共同面对这个非常的时期。求主赏赐阮，想象到阮伫地，安尼祈祷，奉告主耶稣圣主的名，阿门。上言，即时咱三角来用上言第510首，第510首，俄勒天地主宰，俄勒天地主宰。吟诗后，请主任牧师来祝祷，请起立来吟全首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，天父上帝疼痛，圣神的感动扶持，常常甲恁伫地，直到永世代无尽。阿门。请坐，庙道谢恩恭受差遣。